想要过较好的日子，一天内认真做事，3万大兵。请基本的工作态度是不迟到、不早退，这样才有机会成功。所以谈好了，做条路爱3万，做条路爱3万，做条路爱3万，工作要努力。赶快去看看怎么用这一句话。来，做条路爱3万。上来。怎样？什么事？我在开会。哦，我想要跟你加钱。加减，借钱点啦。哎，你有问题啊！现在才月初而已，要借什么钱啊？神经病！没有啊，就是因为我这个月啊，就常常睡过头啊，然后又忘记抢假请假，所以啊，我这个月被扣了半个月的薪水，我没有钱缴房租了啦。睡过头，你这样太懒实、太懒惰了啦！而且最重要的是，还没有呛假请假，太离谱了！哎，像你这种工作态度，根本是错给不对的，不可以这样子，你这样一点都不负责任呢。好了，我当然知道周条路要上忙啊，我知道工作要努力啊。好啦，我已经得到教训了啦，以后呢，我会上忙周条路，我以后呢会努力工作，好不好？错，对。做条路爱3万，工作要努力。哎呦，好了，少文大哥，你讲的都有道理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你可以加钱给我了吧？好了好了，看你这么可怜，这么无助。2万8。好啊，2万8啊。复习时间：请假、呛假、懒惰、懒时，工作要努力，做条路爱3万。做条路爱3万，不对的，错对，错。行真嘢客家 VMB，本人睇架 Q 下嚟講客家話。